第一次知道阿德萊德係因為港劇衝上雲霄，Sam 哥帶新機師去澳洲 training，Isaac 踩單車去郵局差啲遲到，四小生喺 Brighton Beach 操 fit。今期就帶大家去 Adelaide 個秋天，去睇楓葉。而家個天好似 OK， 但唔知一陣會點。我哋首先嚟到 Stirling 小鎮，打卡呢間開喺楓葉樹下面嘅書店，跟住揸車上 Mount Lofty 就開始落雨，完美詮釋咗天氣不似預期，但慢慢散步都算幾舒服。咁德國村點解叫德國村呢？其實同唐人街叫唐人街係一樣嘅道理，只不過佢哋嘅行李篋入邊裝嘅係豬腳同黑啤。呢隻鹹豬手真係勁大份啦，2個人都食唔完。超懷舊嘅小賣部 ，Ice Cream，Thank you。條街仲有好多特色嘅鋪頭，例如香薰蠟燭、羊毛工藝、德國掛鐘。我哋入去尋寶，你看它比中指，真嘅皮啊！呢個係，這些成為古董嗎？15塊。呢日主打 City Walk， 行一行當地嘅街市。咁咩街市咧？就係 Adelaide 嘅 Central Market。咖啡自由，牛奶入樽，現製披薩，魚蝦蟹，各式肉鹽精油，二手膠片機。呢個超大型嘅百貨公司濃縮成當地傳統嘅民生百態。隱藏彩蛋就係佢彩繪嘅呢個市場。咩3件套咧？就係 Library、Gallery， 仲有Museum。南澳博物館主要以澳洲土著文化為主，文明有好多種模型。當中國進入農耕社會嘅時候，澳洲土著依舊堅持狩獵，同大自然共生，創造屬於佢哋嘅故事。呢度仲收藏咗南太平洋上面無數島嶼嘅秘密。Solomon Islands 咧就係我哋熟知嘅索羅門群島，呢個獨木舟夠晒犀利。喺 Adelaide 嘅最後一日，我去咗呢個所謂嘅微縮版唐頓莊園，莊園就係莊園啦。得唔得？你哋嚟評判啦。講講交通，因為想慳錢，我係從 Melbourne 坐10個鐘車去到 Adelaide。雖然坐火車又轉2次大巴，但整體落嚟都唔會太攰，反而可以欣賞路上嘅風景。返程係夜間巴士直踩，第2日直接返工。喺澳洲都要做精神打工人啦。歡迎繼續 follow 接落嚟嘅澳洲10分 Nosy，See ya！